所以拄则你敢有听到我遮有啥物声音无？无。哦好，拄则就是鱼机啊，咩嘛，落嘿拍甲落嘿，好。所以拄则是读讲到迄个教，拢真教的意思哦。所以讲是20外社，伊拢有去，拢去的教，真教，拢真教。该无书想爱笑讲，恁拢是姓潘，又搁遐侪人拢上名，较好着啥物鬼姓，鬼姓，了解。头捌听了有理气，就自集全社的人讲，该无书所讲是对，咱着来鬼姓。好，伊就摕纸念，迄只是念做50块，念做50对，啊，迄个念是啥物意思？念就是念足学解说。讲是用手栽，用手指钉，啊，迄个钉是啥物？哇，头一摆学着即个。即个动词吼，其实爱做互你看，无实在你会无法度理解。会使想象迄个画面，嘿，念就是，譬如讲，人用枕头啊念你的皮肤，念你的大腿。好。迄个动作叫做念。了解，有华语有点像是捏迄个感觉。但是伊毋是敢若捏呢，伊阁爱甲搓一下。了解，用手指捏起来再揉一揉。了解。敢若捏毋是念吼，爱阁甲搓起来，再搁咧念。敢是迄个，若是有人咧迄个数钞票迄款的动作。迄毋是念。无解，迄毋是念。爱。较早阮就你收银啊时阵吼，会甲米粉拢先米粉拢算甲收做一条嘛吼。再甲念做一条。好，安尼了解。收银啊，所以迄个动作叫做念。好，即个例袂歹。你听为虾米讲一张纸念做50块，就是甲一张纸撕成50片嘛。但是你华语敢若讲撕，但是台语会使用无共的讲法，叫做念做50块。好，念做50块。好，即个我记一个。念。好。所以我看书店安怎解说是念的。这无做互你看，实在就歹解说。是啊。第二点是讲用手指咧钉，还是咧钉。敢若钉都毋知叫做念吼。塞啦，塞会使。好，就第二干二点是讲用枕头啊，要啥物咪？梳咪。好，我看卖。有第二书点是讲是 pinch， 用 pinch 就真较好。对，就是 pinch 啦。pinch with 2 fingers， 安尼真好。英语内对 pinch 就是完全解说念即个意思。用英语颠倒较好理解。念菜念人。念菜当理解吼，你念菜有时譬如讲，你甲菜念起来。细粒，或者是譬如讲，你要甲你要念一口甲念起来有无？是。念人就是我拄则讲，有时你甲大腿甲念起来安尼吼。感觉是查某人较袂安尼，较安尼个动作。较早查某人会讲要拍囡仔，但是会甲囡仔念喙皮、念大腿啥吼，迄就是念。是。就是 pinch 啦。是 pinch。
好，pinch 真好理解。好，转来找。好，伊就摕纸念做50块，将较普通的字线写伫遮个纸，后来将纸所归列。哈？等者，后来这是敢是将，也是？可能是感觉应该是将啦，将吼。我咧想好，应该是较将较顺，较通，较讲会通。我知将纸。影将字敢有啥物意思伫？好，将纸所归列下伫竹讲内。将有作性，将作全部一切，这拢是名词嘛，无迄个。啊，你无分享你的画面？哦，歹势。妹妹。总干那即字尔吼。啊，所以应该是将较对吼。将。我看，看一点。中，无即字，哪会无即字？今日顶今年完全无即字。嘿，也是迄个网站的关系，应该爱有才对啊。中，中，嘿，有啦。哎呀，今日足多呢，中纸。哎呀，应该是将较对啦，因为后壁讲有另外一个动作是梳，嘿，对，梳草係迄個梳，好，將紙，等者我甲迄個將，將畫加一個 I， 將，歹勢，將紙梳歸列下佇竹講內，歹勢，等一下哦，好。眾人徛在看，頭殼天公，我即條要將佇什麼月？將佇月竹講內的紙。好，啊，迄個月，應該是將佇月。嘿，將佇月竹講內的紙。要用字去硬纸。哦，用字啊去硬紙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，即個硬，硬會使理解就是遮，敢是硬。好，我之前看因是 NG 的款硬 NGEH。硬。哦对啦，應該一般會寫 NG 啦，這是白話字的規則，其實是寫 NG 啦。嘿，是硬。NGEH 好。是，唔知影為蝦米無看，所以無 NG。啊，有找到是咧，是第8條。佇找條記有找到，第8條也是對，也是外NGOEH 即個音。NGEH。今日頂有收 NGEH 第8條。我即馬攏是用找台語網站去找，就是感覺是台語頂甲今日頂用的網站，這段時間攏有些問題的款。NGEH。因為，但是台語頂是收另外一個腔口。是，嘿。收尾。應該是第4聲是會使啦。Marino 就收第4聲。對，感覺兩個攏有收，第4聲、第8聲攏有收，兩個音攏有。對。這個月到底是啥物？因為我看嘛，足多音呢。月甲價是漳州腔。較早呢，我佇阮
外妈遐，我都听因讲月。月哦，阮月外公迄边拢讲月菜。哦，伊啊，敢嘛是但是呢，迪巴，伫迪巴遐。对对直别遐。啊，但是阮兜，阮嗯，阿公因是讲月，但是哦，阮袂晓讲，阮拢讲月。月是嘿，月较好，嘿啊，嘿，发音较简单。好，所以我即马才知影讲，其实阮讲的是月菜，其实漳州腔啊。阮外哦，公迄边是佫保持即个泉州腔，但是阮阿公因迄边佫讲老泉腔，佫讲月。月哦，嘿，嗯，但是好，阮阿公因的迄老泉腔，甲阮爸迄阮都已经都走逝去啊，因为阮爸算因伫咧战后出世，阮爸是伫战争时代出世的，伊伫咧战后大汉的，所以伫外口行大的时阵，都已经甲江泉南道小可影响着。哦，是，好，好，继续吼。对，转来找者好。我即碟要将伫硬德工大的纸，就硬一粒，了解一粒，偷开即个偷开一个看，就是该对迄社的人拢姓该，该是啥物事哈？该就的汉语呢？马街该无事的街，该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好。别社的人听见，也过信，真侪来信该，上侪时有几若百，毋是几若百。好，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哦，这段淡薄仔长，嘿。拄顿一摆，该牧师特要找一个少年人，名叫独代独代。规社20外的独代拢真教。该牧师想爱笑讲，恁拢是姓潘，又搁遐侪人拢上名，较好着改姓。捌听了有理气，就组织全社的人讲，该牧师所讲是对，咱就来改姓。伊就摕纸念做50块，将较普通的字姓写伫遮的纸，后来将纸烧几粒，下伫竹缸内。众人徛伫看，头目头壳仰天讲：我即碟要将伫硬竹缸内的纸，就硬一粒，偷开一看，一个看，就是该对迄日一社的人拢姓该，别社的人听见也改姓，真侪来姓该，上侪的时有几若百。好，后一段好，就今仔日世界的也有100-200人，假啥物？假牺牲，牧师去宜兰。哦，这假牺牲是一个人名吼。假牺牲，伊用的即个意思，好，当作是迄个假牺牲牧师，好，去宜兰也有甲伊我是但恁伫遐做团队，应该是学啦，做团队也有人来信但。了解是倒一个牧师嘛？是，若是去迄社了啊，有团队里人有介意
就嘿对伊是安尼。哦，所以过鱼是牧师啦，吼，应该是迄个过鱼性无头爱输。掉吼。系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好，过鱼性无输，改一个单零无输。好，这段短短，你敢来读一遍？就今仔日4届的也有100-200人，过鱼是牧师去宜兰，也有诶甲伊活线。单连伫遐做传道，也有人来试单。即个过去是因为无迄个声调符号，所以毋知读。名要安怎？好，不要紧，咱继续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可惜伫20年的中间，边部较侪搬去别位趁食。这个我嘛是感觉这个点爱摕着，爱去嘿，别位趁。Hello。